當你以為買咗部大廠電動車就安枕無憂，點知原來官方叫你唔好泊入屋企，驚佢隨時自焚。現代同起亞今次嘅召回，表面話係影響少數舊款 IONIQ 5同 EV6、EV9，但個原因就係電池有缺陷，可以導致火燭。官方輕描淡寫話係小問題，但叫你泊喺室外，即係擺明話部車係個計時炸彈啦。呢個所謂嘅電池缺陷，根據我哋拆解，好大機會係電芯內部嘅絕緣層或者 BMS 電池管理系統嘅監控邏輯出咗事。佢哋個設計就好似你買咗個頂級名牌電飯煲，但個溫控失靈，煮飯煮到變咗燒廚房咁荒謬。連最基本嘅電池易失控防護都做唔掂，仲夠膽賣出街？公關仲想用小數目嚟淡化件事，當班車主係白老鼠定水魚？講真，電動車嘅心臟就係電池，呢啲底層安全都搞唔掂，仲講咩綠色未來？抵你哋要跪低召回啦！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